千幾蚊嘅三房100平方2個衛生間嘅，就比較簡單租嘅，價錢千零蚊。朝南向就冇咩景嘅，陽光一般般。但係咧佢整體係夠大，100平方，都幾好嘅，就係可能要打返衛生，阿姨個鎖匙啱俾到我，而家都喺度，簡簡單單咯，千零蚊學區房喎，出邊就學校喎，東門就學校，西門咧嗰邊就去沙灘，方便好多，2個衛生間嘅，其實都幾好。細房就望山景。呢度咧到時叫業主配個床俾你，配張床。簡簡單單嗱，業主喺度嘅，搞緊衛生。嚟大房主人房，米八大床，仲有一絲海景，唔係好多，就一絲。最近排都遇到一個客好搞笑嘅，生咗佢又加我，生咗佢又加我。睇下。簡簡單單啊，梵高的海啊，而家租1800蚊，包物業，賣都有50年出頭，如果真係有興趣嘅話，幫我